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阿群妹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件非常好搞的事情，就是人讲的控窑的，没有人讲。大窑诶，呀，反而就按到控窑啦。呀，其实控窑呀件事情吼，大家知道阿群妹对苗栗来啊，呀种下蔬菜，大家应该就懂了解按用嘅方法的啊。不过其实我同大家讲一下，阿群妹爱已经对啊这个控窑无乜嘅印象诶。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吼，做得去控窑哦，还个去啊苗栗嘅后路，大家做得来回忆一下，回想一下。按用传统嘅生法和個料理嘅方式，當成次咯。上來呀，發通應用版來報名，上來係乜嘅發通咯？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苗栗縣後龍鎮嘅鎮長朱秋龍，分享鎮長分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後龍鎮鎮長朱秋龍，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客家電視台跟大家見面。好，分享鎮長咯，謝謝。還有接下來另外一位來賓係泰山社區發展協會嘅幹事，分享黃金燦黃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泰山社區嘅黃金燦，好歡迎今日來分享後龍嘅番薯、番頭，番子些。哇，有講到吼呀，後龍啊！番薯、番頭一定出名哦。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剛還有一開始有講到呀，控窑嘅，也係有人講大窑嘅，錯哦。像按用嘅大窑嘅啊，兩時頭擺都有參加過按用嘅發通吼，都有參加過這樣子的活動。可不可以請鎮長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其實我們那邊。最主要的還是有兩種控窑的方式，一種是叫土窑，另外一種叫做雞母窑。兩種控窑的方式。那我們小時候住在海邊，在沙子地上面，我們一般都是用雞母窑來控。雞母窑它是長得什麼樣子？雞母窑就是一個沙子地上面，我們都挖一個洞，挖一個坑。對，弄一個坑出來，然後我們在坑裡面就是燒柴火，燒柴火，然後我們再加一些沙，就把這些沙把它烤紅了。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對，就是對，那個就是雞母窑。你就想到以前嘅雞嘛，一鋪亂家下，叫做為一隻孔誒，叫地都係鋪亂，所以是挖一個洞。對，嗰時候人就老嘅很叫做雞麻窑，我們雞可能就講。雞母窑因為後龍其實是這個後龍同客家都有兩種民族，但其實好像後龍它多一些，對不對？它啦後龍它多一些嘞，所以他們叫雞母窑，所以它有點像是挖洞進去，就是挖一個小坑，對，食材是擺在哪邊？是在這個坑裡面啊，也在坑裡面，就是先把用先熟嘅柴火，啊就嘅沙見越見，就到嘅柴火到嘅沙呀。手臂有爛嘅，將啲嘅番薯將冰啊落去，就蓋起來。這我有印象，我小時候有去煨番薯，就是像這樣子，就是把番薯冰都要奶豆度，然後按用它的那個熱度，然後去泡一幾按呢，所以這叫雞母窑。對。那剛剛鎮長還有講到這個土窑是，剛講那個土窑是在那個。土質的那個土地上面，它的土塊是一塊一塊的，它不是像我們的雞母窑是弄一個坑，所以說我們是把那個土塊一塊一塊給它把它疊成一個窑，也是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對，就疊成這個樣子，好酷哦，它就有點像是窯烤披薩疊起來窯烤披薩的那個洞的感覺，對，然後它把這個土塊把它燒紅了以後，燒熱了以後，對。然後呢，我們的東西就可以放在那個裡面，放進去，然後把它覆蓋起來。像這樣子控窑，都得配乜嘅東西？雞啊、卵啊、番薯啊、烏龜啊，反正知道了，土窑雞。所有的食，對啊，土窑雞的名字就這樣來的，食材都可以，它就是一種烹調嘅方式。一種煮東西嘅方式，然後現在很多人都已經不記得這種煮東西的方法。現在小孩不太曉得，對。對啊，連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是小孩了，我都不知道哎。對啊，所以就是亞伯嘅發通就會做得邀請大家來到後龍，共下來參加按用這個大窑嘅控窑的活動，對不對？是不是請鎮長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活動的詳細時間、地點跟報名？對。
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从105年一直开始，我们就工作就每一年105年到今年109年，我们每一年都举办。7年了呢。对，现在已经第5年了。第5年了。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控窑的窑数会越来越多。对，像这样子非常多。而且其实后龙海边天气很好，那个拍起来照片很漂亮。对。我们今年是预定在12月19号要来办理这个活动。对。那我们有采纸本报名，也有采那个网络报名。那现在的报名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出来，所以说大家希望想要来报名的话，你就注意一下我们后龙镇的官网。对啊，看看我们这个一开公告的一些讯息啊，请大家再来报名。是不是也可以跟这个农业课联系？如果想要咨询这个详细的报名，因为是我们农业课主办的。后龙镇公所的农业课，对，大家迄个想要报名嘅话，就做得准批哦。不过吼，也用路报名跟名额是有一点小限制的，它没有很多。网络报名只有100组。100组。那我们的资本报名有预定是500组。500组。对，那每一个报名我们必须要5个人一起来报名。就是一张报名的一组，5人为单位，5个人为一个单位才能够报名。那每一组我们收取500块钱的一个报名费，是。那另外有一个100块钱的是一个押金呐，哈。所谓押金就是说我们有提供一个铁架，对，给大家。那希望说这个铁架能够再回收，那个铁架回收回来以后，我们100块钱再还给他们。原来是这样。故事太感坑哦，这5个人一组给发130音像100 K 听听，就做得去参加暗用控窑的活动。最近大家都很喜欢往户外跑嘛，对不对？就做得去 No Boy 控窑吃东西。我们还提供很多的食材哦，我们提供我们的提供鸡1只，对，还有10斤的地瓜，还有花生，还有甜玉米，对，这些都是我们无限提供的，而且我们都还每一组报名成功的，我们都给一个纪念品。每一个人一个纪念品哦，好棒哦！而且周边唐宫妹有懂的摊位会来摆摊，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去凑热闹。还有提供原邮件给他们哦，原邮件是可以在旁边的小农摊位可以去消费。对，所以就是董事他太感，你看像这样子，冬天这个时候应该还不会到很冷啊，吼，不会。一般经验来讲还 OK， 还 OK。天气也好的时候，就坐在统太嘎 Q 他去控窑，这只要500块钱。是。然后第一礼拜6给这个12月19号，礼拜6这一天，大家就真的 Q 他器重，然后一起去控窑，很有趣，很有趣。对，我们刚刚永给发通都要哈潘呢，T5年呢，要办第5年。第5年，对。那过去历年来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都在统太嘎分享一下。其实我比较看的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些阿公阿嬷哈，他提早一天就去搭窑。提早一天他就去搭窑，他不用人家教，他自己知道怎么搭。他自己去选那个场地把那个场地选出来，这个场地比较好，然后他就去把那个窑搭起来，对，方便明天他的那个孙子啊，他的家人小朋友一起来，马上就可以控了。好棒哦！对啊，所以说阿公阿嬷都前一天他们就会去了，对，前一天就去搭窑，然后3代同堂，对，太嘎就 Q 他暗涌去控窑，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西家带眷的一些家庭。他们把小朋友带过来，把阿公阿嬷也都带过来，然后整家和乐融融的在那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去享受这个控窑的乐趣。对，我记得蛮有，哎呀，对啊，我小时候记得我去尾番薯给时间，因为那个很热嘛，那个热气在旁边很热，然后面对暗涌。风很可爱，那个拍的照片我都还记得，所以像这样子的回忆真的很珍贵。对，然后又做的是都轻后生、轻菜梯，我们这个食物里程超短的，就是后龙出产的，都是全部番薯，还有所有的后龙的食材，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镇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后龙镇暗用跟番薯暗油苗，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品种，在春夏跟秋冬，它会是适合不一样的品种。其实我们后龙这一个地区春夏的时间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农友，他们都会种66号的一个这个
红薯，66号红薯这边对，没有摆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现在不是这个季节，对。所以说它是要等到春夏的时候才有，春夏才有。那因为它比较耐干旱，所以说这个红薯它的这一个成长期在那个时间里面是成长最好的那个季节，很热嘞，所以它夏天是可以长得好，就长得好一点。是，那秋亚它很甜。到我们的秋冬季啊，我们就是57号，像隔壁那个是57号的甘薯，这个57号很大只哎，这个体型很大。这个一般都是我们小时候每一餐都是要吃这个甘薯，对，吃这个地瓜，对，每一餐几乎很少吃饭的，都吃地瓜，就是地瓜饭都是地瓜没有饭。但这个57号它有一个很特点它的那个质感非常的绵密，我们都叫它什么你知道吗？什么？给冷哥，对呀，哎呀，这么绵密，对啊，绵密到跟给冷哥，对，跟鸡蛋糕一样。这家给弄啊，就讲给很多给冷果种，哇，直接老给按照给冷果，对，哇，那这一次秋冬像这个季节，所以这次控窑提供的就是57号的番薯，对，57号的番薯，而且它的皮可以的很薄哎，是，对不对？就算刮皮生没走的，连皮吃。其实甘薯本来地瓜本来的皮就很薄，也可以一起吃的，对啊，像我们用吹的。用煮的都可以，连那个皮都一起吃，连皮就一起吃下去，然后营养更好。对，所以像今日后来同大家来分享呀，后龙有呀控窑的活动，第12月19号，大家就做得准备来 follow 一下这个官网，就做得去，不管是名录报名，也是纸本的报名，都分享大家到12月19号廿日到苗栗后龙镇来了哦。不过接下来还有同到爱同大家来分享有关于番薯啊，韩国。后龙的农产品，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喽。好，欢迎大家又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钟一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呀，12月19号礼拜六的呀，后龙有呀这个控窑大会的个活动，大家做得去参加呀，这活动，韩国做得几乎卡人，亚一报的就会开始来报名的，不管是名录也是讲现场纸本的报名，大家就做得锁定这个后龙镇公所这个官方网站哦，就做得去报名参加，刚刚。有讲到呀番薯吼，怎么个呀番薯的呀后龙做得种到暗度上个暗后呢？王太哥，他们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后龙哦就靠海边嘛，但是在沙质地，它沙质地就适合番薯、西瓜、花生，给它生长。啥正啊？就说后龙就当时的农民就西瓜、花生、番薯，其他有种。全部都有种。糖讲吼，像呀番薯长到呀沙镇奶底度啊，因为暑味时节很好采收。哦，哎呀，前一步啊，就判给食农教育啊，就给番薯嘛，有一场学员就问我讲，老师，你我做嘛唔是拿个脚头啦，做嘛拿脚头，讲给番薯做嘛唔脚头，呀到位沙质地，轻的就戴手套就好，真的呀，就那个舔骨体，就因为全部就起来，这个差别很多呢，因为像黏的奶，你爱拿个脚头，还有那个排有没有？然后顺通的奶按用爬贴以后，按你可能那个脚头不小心就老给番薯就弄断了，对，要不然就是想要用拔的又不行，因为一绑没可能会团贴，沙子地就按来火出，所以真的很方便，就做的拿来种番薯、种番条呀的哦，而且种番条应该没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来就规条来去了耶，哦，原来是这样。过后生了呀，后龙的番薯适合了一个米西很用版哦。今天镇长特别有带这个伴手礼，要同大家来分享哦。这个是地瓜饼，对啊，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对，我们当地的农会，但农会有辅导我们的一些农民，他们种那个地瓜，然后就发展出这个地瓜饼。对，这是古早味的地瓜饼。对，而且它感觉有把油量减少了。当然啦，对呀，吃起来是很清爽的，因为通常看到这种
一层一层的酥饼，都会觉得有点可怕，它会很油。那它吃起来是干干的，是很好吃的，不会油腻的感觉。然后那个番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啊，皮就只有薄薄的一点点，对。然后底部的那个地瓜泥超多的，馅很多，而且吃起来它好甜哦，会回甘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地瓜它本身的甜味。后龙的地瓜饼才有这种感觉。真的哦，它吃起来那个地瓜味好香哦。对。所以这个是原味的。对。番薯给 Q 咪，还有其他的口味，对不对？有什么其他的口味？它就番薯有乌味，乌味，就一种古早味啊，古早味就番薯同乌味都有就对了。古早大家去还有唔但想做得去控窑，还做得去买到的伴手礼哦，就是带番薯饼，也系讲乌味饼全部卡。唔讲的讲到亚番薯，刚才有讲到两种某 Q 嘅品种，2种不一样的品种都讲过了。今日也问太过，其实你吃咖咩有啲嘅种番薯，然后糖讲唔种嘅品种有冇 Q 用哦？咩讲白嘅冇 Q 啊？对，嗱种嘅就嘅优甜咧，优甜咧，其实佢老嘅57號啊，口感啊、外观啊，就全部都鏘鏘哦，就嘅甜哦，鏘鏘甜甜哦，嘿，嗰個還有種嘅鏘鏘怎麼該會種呢？要多種另外一種品種，因為口感不一樣。57號佢嘅甜啊，嘅氣根啊非常發達，嗰個嘅奶啊，較濕的啊，佢就會動嘅氣根，動會撐到嘅奶啲多去，鬆動多，佢就會撐到奶啲多去，就會生嘅細條嘅番薯，哦，嘅細條番薯香多，本來嘅番薯啊，就受到了影響，營養被分散，因為營養會被它分掉。哦，所以種這種優甜的嘅，佢就唔會有長這麼多。佢唔會差動到，佢唔會跌下去。對，原來係咁嘅。韓國種頭擺種番薯啊，佢講可能會參動到按用嘅鬚根，那個其實要處理它，對不對？好來講啊，冷啲就那留嘅番薯藤啊，番藤，要留嘅番薯藤。番薯藤哦，啊，攞佢嚟起來，就本嘅熱頭曬，哦，就留嘅筋啊，就讓它萎縮，佢就唔會去影響到夾本來。還沒採收的時候就要這樣子。種下以後一整年就要開始咧。所以種番薯都冇限咧，種下去過後，很快來起來，然後田先種田，來起來曬澡，再把它埋進去。不用，就拿起來。我想說還要埋進去。唔係，因為夾嘅田會凍蟲嘅，就蟲嘅田係攞去來起來。田嚟來起來，但是番薯本體不要拿起來。對。哦，然後加上嘅嗰條田呢，把它弄掉。但是用中亞優田呢是比較不會這樣子。佢唔會跌到嘅泥下。哦，唔會上到暗度。古時候也係黃太講種優田呢，係個哪個一種也雕彩色。也係栗子地瓜哈，栗子啊，因為佢嘅生產線較長，個產量較少。嗰時候一般的農民其實他冇種，比較不喜歡種，他不喜歡，他唔好種。但是佢按到栗子地瓜，表示佢嘅口感是不是跟栗子有點像？其實因為佢嘅口感同栗子同樣，嗰時候就嫌佢講做栗子地瓜，其實也係人家台灣人講也係日本種，日本種，因為佢千種應該係日本。對，就是吃起來粉粉，像栗子的感覺。哦，嗰時候冇 Q 用嘅品種吃起來嘅口感嘛、密西都有一點點不一樣。對。唔過講到其實農民全部都動辛苦，我要看田食飯，看田食飯，而家還要看蟲嘅來食飯，因為有種東西從泥土裡面長出來，大自然長出來的就一定會有病蟲害。像番薯我有那都有病蟲害。番薯吼，千講就嘅也係就幾麻蟲。哦，幾麻蟲食咧，幾麻蟲食咧就會糊咩？幾麻蟲一都泥下咩？除非你就食肉嘅，不用肉的，幾毛你就
做唔到佢啦。就幾個古時也就係本件熬到 K 度誒。也就給白個給馬蟲。給馬蟲色嘞，給馬蟲就是我們講的各種金龜幼蟲、獨角仙、幼蟲，一定你會空到奶都有毒嘛？它在裡面成長，古時候它成長過程中，哎呀，肚說啊，好好吃哦，地瓜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不好？所以你也沒辦法。對，不還一種就給地甘薯乙象，甘薯乙象，因為佢吼，佢會叮嘅番薯，本佢濕到叮到吼，嘅條番薯就冇用嘅。啊，種的熟體也係熱體係，熱體唔係行得出啊，佢嗰度佢還有佢出佢會竄動快，佢會鋪亂這個地度啊，不然就如果有長。那怎麼辦？用個啥？也還是用給甘薯乙象性惠肉膜，引誘它，嘿，就是講嘅話本佢想到，佢性惠肉膜就像麻啊，就發出這種求偶的氣，求偶叫蜜桃，哦，就老給公誒引誘過來，引誘過來，然後公誒就不會去找麻誒交配，他會以為那個是給麻誒給蜜桃嘛，然後就被抓起來。對，那因為夾嘅漏斗型呢，哦，跌落去夾就跑不出來，然後麻誒就不會交配，就不會再生蛋，不會再生小蟲蟲。對。哦，古時候用按哪個方式，雖然它可能不是最立即有效的，但是因為會種出後生的東西。原來對給土地友善，嗰種就冇食藥嘅嘛，冇食藥就盡量不要用藥，就用按哪個方式。所以現在黑龍鎮也是很努力的在推廣這樣子的友善的耕作。對，現在很多我們的農民，他們都在種植就有機的。叫做有機的甘薯、地瓜，就是我們是用有機的概念，用有機的概念去盡量都不要用藥。因為這其實對農民本身的健康也是好的，對不對？對消費者是對消費者健康才是有保障。對，沒錯。古時候除咗從剛剛有講到嘅番薯啊，還有這個番薯、地瓜、西瓜以外，其實後龍的三寶不止剛剛我們講的這個地瓜跟西瓜，第三寶係乜嘅？就會反挑是我們的第三寶。對，那是不是請鎮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後龍鎮亞它種嘅反挑是什麼品種的反挑？現在我們種植的比較多的就是我們的9號花生。9號花生，對，我們稱為台南9號。台南9號。對，9號花生。那這個花生目前因為它的那個油脂比較多，油脂比較多，我們一般統稱它叫做什麼？叫做有一種名稱叫做油豆。油豆。因為它的油分很多，所以說通常我們在做花生油，用這種花生去做花生油，它的那個油量會最多的，而且品質是最好。所以也可以用來做花生。有除了自己吃之外，一般嘅農民啊，佢嗰時嘅做花生油，佢自己識啦，佢請佢用按你9號去做，對，佢自己篩就拿一本嘅榨油廠啊，然後佢做嘅反挑去賺自己食。泰國沒有啲嘅種反挑，也是有在做，有。哦，咩種？嗰時候黑龍亞下嘅奶子全部就董事合來種亞嘅，就抽嘅沙子奶。沙子對，這個跟地瓜的概念一樣啊，它種在沙子地裡面，其實我們這一個花生要拔的話，也很容易可以拔得起來。對，因為土質比較鬆軟，對，而且它成長得又很好，所以整條就抽這樣，就整顆這樣拔起來，好過癮的感覺哦。但像這樣子的，比如講種番薯啊，種反挑亞的，是不是其實也有一些農事的體驗可以去參加？係啦，一下就像俺亞的泰山亞波就因為亞波係地瓜的產期嘛，嗰時候亞波俺亞就搬動多場嘅食農教育，就番薯的食農教育，就俺亞都會不定時辦啦，不定時的辦哈，如果說觀眾朋友想要參加㗎，可以注意一下俺亞都嘅信息，冇唔錯，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呀，黑龍有乜嘅好教好食，唔單槍按你，等下轉來行，我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
又转到福起来咧，我系钟意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这个黑龙有三宝：西瓜、番薯、韩国饭头。因为呀，12月19號啲啊黑龍就會來舉辦這個控謠嘅活動，大家做得名錄啊，去請這個官網去報名，也係講現場去紙本報名咪做得分享大家都冇啲黑龍來了哦。嗰個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唔但唱有好食嘅番薯，韓國有好食嘅飯頭，正宗今日要帶來這個黑龍飯頭嘅伴手禮。是，对，我来本阿 Q 莫来分享看呐。这个其实不只有刚刚讲的花生油啦，像花生本身，按用吃架早生没走的，直接吃也可以，甚至其他做甜点也可以，都可以，对。哦，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它不是很大颗，它是小小颗的，是9号品种的特色。对，韩国9，但是它很饱满呢，很饱满。对，它的那个就是跟壳一样大了，对不对？差不多。差不多大，对。它不会空空的哦，很酥哎。然后因为有的饭条太了给发太大颗的花生，吃起来会里面没有味道，但是这个是小小颗，好香哦。9号花生的特色，它的那个花生的味道特别重，特别香，对，而且它的油脂也比较多一点。而且我觉得它那个调味，那个盐巴的味道有炒进去，有，当然一定要入味。对，好好吃哦。因为像有厂是气嘎布卡，可能像我们家有种一点花生，有时候自己炒自己弄，就是没办法弄到这种盐巴在里面很入味的感觉，比较尖嘛。对，然后这个就好好吃哦，所以是9号花生的特色。南腔爱你还有像这样子的零嘴，对不对？对，这个是一般平常大家吃的那个嘛，这个花生糖，对，而且它也是特别把糖降下来，没有那么多糖，对，尽量吃花生的原味，食物本身的原味。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像一般有你去买这个生鲜的花生钻布卡去给煮，去给蒸。那还没像太狗同太狗来分享一下，生了呀饭条用板蒸，也还讲用板煮，这样会好生哦。都看哈，千缝片呢方式你就用电锅外锅就好了。哦，外锅。内锅不用内锅不用哈，就用外锅就好。外锅你就不用炒5分之1的水，5分之1水，它给买转来给饭条啊，生枪还生枪就不用弄去掉落去啊，要我弄杯给好不是白菜，不是，就不用弄去给电锅跳起来，就可以吃了。哦，要调味吗？当然你要撒一点盐巴，煮之前按下去之前撒盐巴，上面撒盐巴，因为哈，你给水开始烫到哈，你给甜分啊就不给水湿透嘞，就按你煮清好色又甜，又好色又按用就清好色嘞，保持它的原味。保持原味就有上次嘿用水煮给发，水太多就会老花生的味道，甜味拉掉。哦，难怪，所以用1/5的水是秘诀耶。对。哦，好起来了，大家有好到冇？今日还唔但唱一种大家来分享，说呢呀饭条用版主，阿 Q 某嘅单元就会同大家来分享港式农民啦，因为今日有讲到嘛，像饭条、番薯，其他的都可以上到奶豆度嘅作物，都长在土里面。对。但是有些是根，有些是茎，到底哪一片黑广，哪一片黑茎，真的是会傻分不清楚哎，对不对？我们先从番薯开始来讲好。番薯啊，几个块根，几个茎，好来长出来的哈，给进来，或者几个块根，对，块根会长出叶子啊，再慢慢长。然后就根下来之后，就进来哈，就按那番薯。古手几黑块根，对，块根，过就饭条几黑果实，也是种子哦。因为很奇怪啊，就觉得果实应该是开花结果才会有果实。怎么会开花啊？哦，它也会开花。就反正它不一样，就是给花或者蛋糕，果实长在底下。对，对，你看真的是搞不清楚哎。果实买种子哈，然后去筛找来，要做得生，要做得周种。哦，要做得生，要做得周种就以前农人家
我本给生日的生呀，上的饭都就老讲，哎，食经济会绕喙齿。我话讲食经济绕喙齿，就很唔讲，唔做唔得事。你呀，明年还会继续种啊，留定啊。本身的就冇。种唔得头，所以就臭嘞。哦，呀，古时候饭条是果实哦，它要搞清楚哦。种子啊，果实也是种子哦。对，啊，不过今日节目当中还有来同大家来分享一类，这个是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跟地瓜感觉很像啊，有没有？不用给我就会长芽呗啊，对不对？那它应该也是快根吧？它不是。因为哈，快根像番薯快根啊，佢芽呗啊哈，佢芽哈，就都头芽都会长。哦，就是冇就头，唔会像跟马铃薯啊就。对，有芽的时候就长出来。因为像暗涌跟马铃薯，它是会有这个芽眼的芽点，它可能在这边长芽，有可能在这边长芽，有可能在这边长芽。但是根本也係講番薯嘅花，槍頭會長出來，對，就幾當頭就也到會長啊。所以馬鈴薯它是茎，好難哦，大家都傻分不清楚，有沒有？那我們今天還有幫大家來做一個總整理，再次來整理一下，這個番條它是果實，因為它這個開花之後，結果它不是結在上面，它上到奶豆度，虽然你绑起来的时间还是看得到很多须根，但其实花生是果实，黑果子。然后番薯呢，番薯它是快根，它很紧，因为它将会用一只手才参出它的叶子啊那些，所以它是根。然后马铃薯因为它有芽点，然后芽点是有很多地方的，所以它是茎啊。终于讲完了，好难哦！而且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像那马铃薯啊，马铃薯每人讲赏牙的时间吃的时候会有毒性，因为它有这个植物碱，那它在它的芽、在它的叶子的时候，植物碱会比较多。古时候吃下去有可能会欧力度啊，也会跟我们吃到恶心啊，用个情形。啊，我们够像番薯有赏时也会放到你知道长叶子、长地瓜叶，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办？我要继续吃，还是要把它放当盆栽？番薯趴，番薯给长芽以后只是。把它里面的养分抽掉，听听，就吃起来会泡泡。哦，含做的是，含做的是，反正不会有毒素，不会有毒素，不会有毒素。个给反挑嘛，我说尤其是已经发霉的，给青都没事啊。因为反挑它会给黄曲毒素，对，这真大家要注意。那当然，你可能香菇发霉了，你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它发霉，那个就真的不要吃。不要吃。但是我觉得花生还有一件事情，懂困难的黑，它就算外表没有发霉，它还是有可能会产生黄曲毒素的。就芽点已经出来的哈，就大概剥起来，给底都给拧，然后如果已经有芽点了，跟着磨色嘞。哦，对，芽点就是中间那个番条拔开来，中间那一颗，它已经长芽了，长芽就不要吃了，长芽就会有黄曲毒素。那像一般像俺爸爸有啲嘅配七架炒番条，炒好以后，佢會同我講夾夾實體，冇就笨笨熊。大哥是不是可以給大家建議一下？係啦，因為哈唔不用叫啊，就。因為嘅飯體有油咩，吼就好老話講炒油啊，就油膠，出油膠，就會出油膠。油膠做咩事？嗰種炒嘅飯體嘛，就但盡量就是新鮮，然後給食，不要放太久，不要放太久，讓它變味了。那炒完的这个花生还会有黄曲毒素产生吗？如果有芽还是会，如果有芽还是会，因为给黄曲毒已经在底部哎，没讲加热之后就会消失掉。对，哦，顾总这个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就是要发芽了，跟青就赶快把它丢掉，发芽就不要吃，然后要吃新鲜的，最好是去后龙吃没有食物里程的花生，直接去产地吃嘛，对不对？顾总处理好，做得去控窑啊，吃番薯、吃番条以外呀，还有一类同泰搞的分用，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可爱哟，它是地瓜餐包，而且它有3个很疗愈的颜色呀。唐贡先推荐爱吃的黑呀，这个栗子地瓜的餐包，它里面这个一点一点的是什么？是它的皮，因为哈我拿得用友善耕作啊，所以各种强烈建议，不管那
煮、爱烤、爱煎，好，请咱老皮向啊下这料理。强烈建议哦。给有的就皮，因为食个栗子地瓜个皮老加个肉，对，无强势。我说可能是讲，哎，给有的叫做皮。好好吃哦，它不会很甜，然后面包又很软，这个好喜欢哦。就全部是原味，嘿，全部原味，全部原味。好喜欢哦。酷手兄爱用个餐包，做的是现场设豆，然后也可以 DIY， 对不对？对，然后搬给食农教育啊，就我本给学员哈，可能就认识一下地瓜啊哈，或者就做地瓜餐包嘅 DIY，就是做得去看动作，不管是现做现吃，现做现吃，完全没有里程，然后还可以带回家，然后还做得去看呀这个后龙游动的后风景，还有很多旅游的景点，大家就做得松明去请看呐。鼓手大家唔记得咯，12月19號禮拜六，大家聽說要去後龍參加控窯哦。今日謝謝鎮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鎮長，謝謝王太哥，謝謝兩位。好，休息一下，等等先生，向下來做運動哦。